来消息来看，台北市网家的宝华停车场，有民意代表指出讲，逐工才透早，就亲像是一个大卖市场，严格环境是真垃圾，鸟鼠啊走来走去。台北市卫生局是表示讲，明仔会派人去现场稽查。小货车陆续到位，台北市网家区的宝华外停车场，逐工透早2点天也未光，都真热热。才有真侪中大型实在商提供市场的大环境费，互我停车场正做违法小型批发市场。这上面、这里，一拿搁一拿食材，凊彩放伫停车架，搁无人顾，民众就看到鸟鼠咧去，场面是真惊人。这互鸟鼠骑过食材，互大环买回了后，伫双北市场咧卖，消费者买回去食落腹肚，恐惊引起食安的恐慌。我们看12点的时候一去看，就发现老鼠在啃食。那这中间，就这边就形成老鼠的天堂，所以每一只老鼠都肥滋滋的。那影片上贩卖的东西很多都是加工过，比如说像面条、豆干或者是鸭血之类。那这部分不属于批发市场里面交易的东西的。市执行质疑实在是毋是经过检验，无法度确认。毋过，安尼教育模式规避承销人、供应人把关的机制，历史稽查困难。台北市市场处表示，现场批发大部分是加工食品，无适用农产品交易法。卫生局也会派人检查，若发现违规交易，会要求限期改善。期限到没有改善的话，是罚6万到2亿。那因为它是一个流动的一个部分，所以其实我们也特别有交代稽查人员，就是今天在稽查的时候，务必一定就是可以的话，就是留下车号。现阶段夜间的这样子行为，其实现场是没有相关的管理人员会去发现这个事情。那我把它就更高延伸到我未来就可以协请警力去做一些相关取缔跟开罚的动作。要如何追溯食材来源？卫生局表示，当烦恼保留甲实在商的交易凭证，就影响典管继续追。停管处表示，宝华外停车场目前无属于车路，会邀请交通局、警方来检举，认定道路延伸，就应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